爷爷，还好你把地给我留着，我在城里混不下去，回来开农场了。那你装逼！没想到老子堂堂一个动物学博士，竟然因为被小人投诉陷害离开了研究所。靠！还好有这张地契，不然我就成无业游民了。吓老子一跳！刚好我饿了，就有现成的食物送上门来。谁在说话？这个人类看起来傻乎乎的，应该很好吃。这不是错觉，我真能听到动物心声。我有金手指了！你饿了？奇怪，7号观测点信号被彻底屏蔽了，那片区域能量读数正在飙升。至少是 B 级以上的凶兽。如果10万大山的封印松动，凶兽出笼，后果不堪设。走。好香好香！他怎么知道我们想吃这个？低调，低调。两个小东西还想吃我呢？别以为2条虫子就能收买我，人类最狡猾了，先饶你一命。要是敢不老实，我就撕碎你！哼，闺女，我们走。我去，还是个傲娇。妈妈，我冷。刺猬窝是吧？我读了8年动物学，给你盖个5星级的。搬家了，2位。搬家？这人类又在耍什么花招？回来，当心有诈。这里很暖和。还有你们的新衣服。他怎么知道我们喜欢这样的窝？这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房。还有这衣服，小样，我堂堂动物学博士还拿捏不了你们。这个人类还不错。傻闺女，出来干活，我们不欠人情。我去，我该不会是什么御兽之王吧？该！奇怪，波动就是在这里啊，怎么一直没找到？看看监控吧。这是什么？B 级刺猬兽，居然这么温顺！不可能，刺猬兽见人就攻击，这人到底是谁？王所长，喂，你说什么？有人能安抚 B 级的刺猬兽？不可能！这么多年，第一林业研究所花了多少人力物力，连只 C 级兽都安抚不了。一定要找到这个人，有了他，我们就再也不用受10万凶兽的困扰了。就算1个月给他开100万，也得把他挖过来。林峰，这是苏念，小时候那个流鼻涕的小土妞，现在长这么漂亮了。听说你回来了，我妈让我给你送点。哎呀！林峰，快过来，你离那俩刺猬远一点。咱们村的动物都怪得很，你别看它只是个小刺猬，但跟疯了一样，见人就咬。上个月张婶家的狗就是被刺猬给离袭，无敌风火轮准备。这不就普通刺猬吗？你怕啥？他正帮我干活呢。干活？你这动物成精了？我可是动物学博士，知道怎么跟动物处，更别提我还能听懂他们的心声。从小你就跟动物亲，没想到现在都亲成这样了。趁热吃我妈做的五花肉。你们2个小白眼狼，竟然趁我不备偷吃完了。灵力涨了。妈，
我感觉我现在充满力量。这个人值得我们跟着。妈，恩人睡觉，我们要跟着吗？是的，我们要一直跟着。妈，恩人的被子好薄，窗户还是破的，这样睡一夜肯定感冒，得去给他找个暖被窝的。这可比黑漆的山洞暖和多了。我靠！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怎么样？我们找的暖被窝的不错吧？是我去引过来的。你们是嫌我命不够长吗？喂，林峰啊，大清早的啥事儿？村长，我家来了个猫科动物，野猫啊，自己处理就行了。咱们10万大山啥动物没有，一只猫大惊小怪的。村长，是头上有王字的猫科动物。你等着，我马上给第一林业研究所打电话，你千万别动它。各位，我们昨晚发现了一个能控制凶兽的神秘人，接下来需要你们全力配合我们找人。控制凶兽？怎么可能？人还没靠近凶兽就会被撕碎的。对呀，我们研究所都研究动物安抚5年了，都没成果，这不可能。四维兽这么乖顺？王所长，这年头 P 图技术这么发达，我还是持怀疑态度。喂，有白虎幼崽闯进村民家了。哦，没事儿，我派2个人过去。哪个村的？10万大山村。什么？10万大山村？10万大山村村民家有 S 级的凶兽白虎宝宝出动，立马通知所有外勤小队集结。我靠！10万大山村的村民当年不是以护林工程名义全体迁移了吗？怎么白虎宝宝还会出现在村民家？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出现凶兽奇人啊？也不知道那个神秘人是不是真这么有本事？我们怎么可能控制得住 S 级凶兽啊？所有人记住，我们表面上是第一林业研究所，但实际是10万大山的动物管理所。等会儿一定不能把10万大山凶兽的事情说漏嘴，以免引起恐慌。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同志们，一只 S 级白虎幼崽就足够屠村了。记住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疏散群众，控制局面，务必打起12分精神。出发！是。怎么样？我们干得不错吧？不错不错，下次别干了。你妈妈发现你不在了，不会找过来把我给撕了吧？不会的，妈妈只在手够不到脖子时候才会烦躁的想撕人。还是先去找找什么能防身吧。这墙怎么塌了？刚好想重新砌一堵墙，今天就塌了。难道有谁在暗中助我？林峰，没事就好。哟，林峰，真回来开农场了？你不是动物学博士吗？连个老虎崽子都搞不定，怪不得在城里混不下去了。我考上研究所还没去就被人举报了，你不是都知道吗？再说了，我全校第一，混得再差也轮不到你这个吊车尾来嘲讽。吊车尾咋了？现在全村的农产品还不是靠我卖出去的？以后你农场想运作，还得求我来收购呢。哼，都一个村的，说啥呢？那白虎崽子还没送回去呢，赶紧的，白虎妈找过来，我们可对付不了。是啊，赶紧送回去吧。对对对，村长，这是我不想送走吗？哇，这白虎宝宝真亲人，送走前先让我撸会儿。哎，王所长，你们来了。都围在这儿干嘛？
赶紧疏散！乡亲们后退，请配合我们工作。一个白胡崽子，不就一支麻醉枪的事吗？怎么这么大阵仗？奇怪，这里不该血流成河吗？所长，这还是 S 级凶兽吗？都翻肚皮了，感觉比我家猫还温顺。这白虎是升级成国家特级保护动物了，这么夸张？所长，这个人该不会就是那个会御兽的神秘人吧？白虎崽子在他手上跟猫似的。不对，你看这白虎宝宝现在的样子，都快咬死他了。就算真有神秘人，也不会是他。各位领导，要不先管管这个白虎宝宝，他还没断奶呢。等母虎来了，咱们就完了。我靠，忘了这茬了。喂，张所，我是王炳文。10万大山村出现 S 级凶兽白虎幼胎，母虎估计就在附近，请求市所紧急支援。对，人手不够，越快越好。我这打电话呢，别乱动。所长，我没动啊。我的崽子！不能用枪，枪声会彻底激怒他。他万一当着村民的面使用灵力，10万大山的秘密就暴露了。用捕捉网。王庄长，我来救你！糟了，白虎果然被激怒了。操，林峰，你怎么还抱着他？都把母虎引来了，快放下，赶紧跑！快来，队员护住他！快往院子外撤！快请队员护住他！痒，好痒，够不到，真是要疯了！这妈妈只在手短够不到脖子的时候才会烦躁想撕人。难道他是因为身上痒，挠不到才暴躁的？你又捡竹竿回去干嘛？赶紧撤，别找死！捡根竹竿就对付白虎？林峰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武松啊！快把他拦下来！糟了，神秘人到现在都没找到，没人能救他，他今天必死无疑了。这什么情况？哎，就是这里。对，往左边一点。这个棍子太硬了，两脚兽用手。快吧，彻底惹怒他了吧？这下完了，林峰，你想死，别拉着我们垫背。这下彻底完了。不自量力，死了活该。他又要做什么？还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？太舒服了，我都养了几个月了，就是这儿。这啥情况？难道他真的是那个神秘人？所长 ，S 级凶兽在撒娇，能量波动降至警戒线以下，这不可能，他一定就是那个神秘人。所长，你看，那是刺猬窝，盖得这么专业，真的是那个神秘人。不是，这老虎怎么跟猫似的？这白虎该不会是家养的吧？你家养老虎？那个所长，能不能来个人搭把手？我胳膊快断了。所有人马可以散了。林峰，我等会儿再来看你。王所长，那老虎真吓人哈！还好我刚刚帮你们吸引了一下注意力。吸引注意力？你刚才扔石头差点害死所有人。我这不是想救您吗？以后再乱插手，就跟我回所里反思半个月。王所长把人都赶走，就留林峰一个，哼，肯定是要狠狠收拾他。
林先生是吧？你在10万大厦待了多久了？刚回来没几天，这是我爷爷的农场，我回来继承的。继承，果然是祖传的本事。难怪你能跟这片山里的动物打交道，原来是家学渊源啊！你回来这些天，想必已经发现这些动物的异常了吧？他说的是我能听见动物心声的事情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我刚刚安抚白虎，果然暴露了。发现了，回来第1天就发现了。王所长，我的能力，你能帮我瞒着吗？当然可以，林先生，我研究了一辈子动物，从来没见过你这种体质。你能让动物主动放下戒备，这绝不只是知识的问题，你可能是天生兽王体质。纣王体质？这些专家咋跟我一样中二啊？废话不多说，来做我们的特聘顾问吧，月薪6位数起步，配专车和独立实验室。我去，这什么神仙工作，给太多了吧？是不是条件您不满意？这样，你不用坐班，我们再给你申请些补助，直接给你的农场特设为动物救助站，你照顾下这些动物就行。我同意。行，有啥情况来找我。李所，警报解除，市所不用派人来了。解决了，母虎被击毙了。说出来您可能不信，这有个村民有御兽能力，他徒手把 S 级白虎给撸翻肚皮了。王炳文，你是不是今天出任务摔到头了？还御兽能力，那是 S 级的凶兽。真的，我亲眼。明天我亲自过来。以为我吹牛呢？哼，明天看你什么表情。我去，真给啊！5万，这么多补助，10万，给老虎挠个痒，到手10万。这一级保护动物就是值钱。两脚兽你都忙完了，快继续给我挠痒痒。两脚兽我饿。好，财神爷们，你们想要什么，我都满足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！太好吃了！刺猬我啊，今天真是闹了天堂。这肉软乎乎的，一抿就化了，恩人真是神仙！太好吃了，我以前真是白活了。妈妈，我也要吃。去，让两脚社照顾你，吵得虎脑瓜子疼。来，你还不能吃肉，来表妈这儿。哎呦，舒坦，这不比山洞里的破石头强100倍。妈妈，我也想上来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这床不错，现在是我的了。你睡床，那我睡哪儿？来吧，一起。林峰，什么情况？白虎怎么躺你床上了？王所长，照顾动物可没有陪睡这一项啊，必须得加钱。磨叽什么呢？大半夜不睡觉，对着个发光的黑盒子嘀嘀咕咕，烦死了。哎，你别拽我，压着我腿了。我肯定是加班加傻了。这两脚兽太瘦了，得找闺蜜帮她增肥。啥时候走的？奇怪，昨晚总觉得有人陪我睡一样。开饭了，都排好队。拔死你板！闺蜜，你帮我个忙呗。说，山下有个两脚兽，太瘦了，你在长胖这方面比较有心得，帮我去给它增肥呗。不去，两脚兽可是最邪恶的生物，你作为凶兽的尊严呢？我鄙视你！这个两脚兽做的五花肉，比你吃过的任何东西都好吃。
我是那种为了一口吃的就出卖自己的熊吗？带路。李所，昨天那个村民真的能安抚凶兽，用不上这么多人。每年死于10万大山凶兽的至少有几百人，一大半都是你们动物管理所。凶兽有多残暴你都清楚。你现在跟我说有人能安抚凶兽，真的？昨天那个村民直接和白虎睡一张床上了都没事儿，我给你看。糟了，昨晚打的视频忘截图了。我非得亲眼看看是什么人把你忽悠成这样。快到了，院内很可能有 S 级白虎，1级戒备，必要时击毙。李所，啥情况？李所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是10万大山的白虎。10万大山的白虎幼崽见人就咬，这只跟个没断奶的猫似的。李所，这真是……王炳文，你是不是让人从外面动物园弄了几只温顺动物来演戏？我上哪儿弄白虎去？不然你怎么解释？一个种地的能让凶兽翻肚皮？你在动物管理所干了20年，你见过吗？王所长好，那个，你们这是来检查工作的？对，林先生，这位是市所的李所长。李所长好，你们也是来看白虎宝宝的吧？我照顾的可好了，你们放心。哎，别！戴子雅，牛奶没了。早就和你说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科学！啊！4级白虎 ，S 级熊猫，全体戒备！李所，不用，闭嘴！他朝我们冲过来了！两脚兽，我要吃五花肉！哎，快击毙！别！我没看错吧？谁来打我一巴掌？太好吃了，这比竹子好吃10000倍。S 级的熊猫就被一盆五花肉给驯服了。李所，我刚刚扫描了一下，这只熊猫怀孕了。怀孕了？对。林先生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这只熊猫怀孕了，我打算把它带回第1林业研究所照顾，把这熊猫研究透了，能少死多少人？反正只要喂五花肉就行了，这简单。行啊，我劝劝他。五花肉好吃不？好吃。他们那儿的五花肉比我的还好吃。真的假的？行吧，我去看看，不好吃我就回来。别怕，他们不会伤害他的。我的闺蜜刚来就被带走了，喂胖两脚兽计划又搁浅了。不行，我得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李所，熊猫离了林峰，我怕会发狂。王明文，有任何显示凶兽离了林峰就会发狂吗？陈教授，开始吧，只要给他喂五花肉就能安抚他。好。这是哪儿？五花肉呢？来，吃吧。不对，这个味道不对，两脚兽骗我，这儿的五花肉一点都不好吃。李所，能量变动，他要暴走了。李所，挡不住了，他要冲出去了。骗子，臭竹竿！他的灵力波动已经超过 S 级阈值了。熊猫不会是去找林峰了吧？要不我们直接去他家看看？不，按着熊猫踪迹追。
你妈怎么又不见了？总觉得她没干啥好事呢。你骗我，他们的五花肉根本不好吃。你冷静。你赔我5盆，不，10盆五花肉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就做。先把我放下来。厨房，现在。王所长、李所长，你们找熊猫来了。所长，您这下信了吧？他真有这么厉害？难道真的只有他才能做到？但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回事 ？A 级赤鹿怎么也来了？两脚兽，快来，这是我给你带的补品。你疯了？拿这玩意儿给我当补品？他居然能控制凶兽到这个地步！闺蜜，你回来啦？林先生，李所长，不好意思啊，这熊猫不让我离开灶台。你的特聘合同我回去就让人重新拟，薪资翻倍，农场正式挂牌动物救助站，所有经费我们出。翻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五花肉翻倍。那我要20盆。李所长，这是不是太多了？不多，10万大山找不出第二个你。县里隔段时间有个展销会，我会在县里留一段时间。你有任何情况直接来找我。王炳文，在林先生这边你多上点心，务必要保护好他。我去，又是20万块，发了发了！回来这么多天，辅具倒是拿了不少，可农场还一点都没发展。林峰，这白虎怎么留在这儿了？还有熊猫？别怕，不咬人。第一林业研究所让我帮忙养着。这虎崽子烦死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回崖上的家。崖上的家，这是严峰，他产的芽蜜1斤起步价800，要是能顺着他找到蜂巢拿到芽蜜，那农场就有一个进账项目了。苏念，快跟我去个地方。找到了芽蜜。要是能人工养殖的话，人工养殖？林峰，你别想了，严峰出了名的难养，就是靠近他30米都会被攻击。这蜂种从来没有人养成功过。好子呀，要是能有个温暖宽敞的巢就好了。别人不能，我能。这箱子怎么奇奇怪怪的，没见过？你就打算用这个来养严峰，能行吗？看我的吧。这里面是什么？好香，辣的味道，还有树皮，暖乎乎的。进去看看。里面又宽敞又暖和，巢道还是弯的正好拐弯，比咱们那个破牙缝强100倍，得赶紧去通知他们。走吧。就这样，成了？成了，到时候产蜜了，给你尝尝。又来了。你干嘛？你自己有窝怎么不睡？那个窝硬死了，这床软，往里边挪挪。床是我的，你下来。黑白胖子，你说什么？我让是让你喂胖两脚兽兽，不是让你来抢床的。你还做不做了？别打了！再打都给我下去！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啊！我明天就去买床。已经出蜜了。打工出来的，人家太舒服了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发了发了，真的发了。对了，李所长上次说的那个农产品展销会是不是就这2天？刚好我去展销会摸摸底，顺便买个大铁床。你们都给我老实待着，别拆家，尤其是你，黑白胖子，别去拱蜂箱。怎么能叫一个美女黑白胖子？非要拱！李所长，您在展销会吗？我给您带了几罐芽蜜尝尝味道。
我和老王10分钟就到。吃了我的蜜，倒是可得帮我打打广告啊。先去买床。帅哥，买床吗？买，我要那种特别结实的，能承力500斤的那种床。你这是睡觉？懂，都懂。懂？你懂什么了？你看这张怎么样？坦克压上去都不带晃的。好，送到这个地方。小伙子好福气呀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纯天然深山土蜂蜜，全国最好的蜜就在这儿，不纯不要钱。给我来一罐。听说今天展销会王所长也要来，等会儿我给他送几罐蜜赔罪，重新搞好关系。我的农产品在县里就不愁销路了。这是白糖水的丰产的蜜吧？连封盖蜜都算不上，也好意思叫全国最好？真的假的？哎，别走啊！谁他妈在我摊子上乱说？林峰，林峰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这蜜可是正儿八经的山货，全村最好的蜂农那儿收来的。这是我的芽蜜，纯天然，无添加，我都不敢说是最好的，你怎么敢说你的蜜是最好的？芽蜜，林峰，你唬谁呢？野生的芽蜜1斤难求，你这一罐2、3斤了吧？从哪儿搞的假货？你心黑，别看什么都是黑的，我自家盐蜂产的，如假包换。是啊，我在这十里八乡住了几10年，就没见过谁能养盐蜂的。小伙子，这牛吹的有点过了，是真是假？尝尝不就知道了。这也太香了吧！入口就化，一点都不腻，还带点花香。我家吃了3代蜂蜜，这才是真芽蜜。小伙子，你这蜜怎么卖？我先订5罐。我也要过来吃饭。哎，那是林峰吧？在卖什么？去看看。王所长等会儿就到了，要是让他看见林峰的蜜这么受欢迎，我的蜜还怎么卖？不行，不能让他抢了我的生意。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拿假蜜骗人！我砸了这罐子都是轻的，我还要打你呢！你们愣着干嘛？这小子拿假蜜骗人，扰乱咱们的市场，还不帮我把他摁住！住手！王所长，林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王所长，您这是？光天化日之下聚众围殴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你谁呀？这儿的事轮到你管吗？这位是市林业局的李所长，专门来视察工作的。你说他有没有资格管？李所长，我不知道您是市里的领导，实在是对不住。不是市里的领导，你就敢欺负了？李所长，这真不怪我，是林峰他先胡说八道，说我的蜂蜜是假的，我是气急了才跟他理论的。理论？你们这是理论吗？我看你们是要打人了吧？你不许在这摆摊了，你们几个停业整顿。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算林峰这小子运气好，遇到2位领导。江晨，你把我的芽蜜摔了，不赔就想走？你的芽蜜是假的，凭什么让我赔？花香浓郁，入口即化，甜而不腻，没有一点杂质，这就是芽蜜。李局，这蜜比咱们局里之前采购的样品强太多了吧？品质能排进前3了，这就是纯正的芽蜜。我赔行了吧？你说个数。3斤装的芽蜜市价800一斤，给你算2400，耽误我做生意的时间算600，一共3000，现金还是扫码？靠！偷鸡不成吃把米，还让林峰用芽蜜和2个局长搭上关系了。等我搞清楚你这芽蜜是怎么养的，就立马抢走你的人脉资源。林先生，你这野生芽蜜是从哪儿采的？我们所里也想采一个。不是野生的，我自己产的。你说什么？自己产的？盐蜂能人工养殖？自己养的。走，现在就去你农场。梁教授，你回来啦！卢甘，你买的床呢？明明都看过很多遍了，还是想感慨，这还是那些凶兽吗？是啊，别说凶兽了，就算是正常动物，也不可能这么通灵性的亲人吧？床买回来了，够大，
晚上你们别争了。床？对啊，他俩非吵着和我一起睡，昨晚把床都给压塌了。一起睡。老王，你说的没错，他就是天生兽王。两位领导不是要去看牙密吗？我带你们过去。这牙密真的不是九死一生采来的？你居然连炎蜂都能驯服？是啊，这炎蜂在你手下怎么就跟普通蜜蜂一样了？嗨，随便养养，没想到就成了。林先生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特批100万款项，重新为你的农场翻新。当然，在这期间，你要是驯服了其他动物，只需要给林业局通报一声，我们会依情况增加津贴。真的？意思就是我养的动物越多，钱越多？我一定会把10万大厦的所有动物都养得油光水滑的。林先生为了人民安全、社会稳定，心怀大义啊！天哪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月入100万不是梦。动物要养，农场的活也不能落下。干得不错，今晚都可以上床。好了，我还要加五花肉。两脚兽，我不要五花肉，我还能犁完整片山。你俩可算回来了。看，好东西，我们找了好久呢。谢谢你送的石头啊。狗头金，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呢。这个石头亮亮的，好看吧？好看，太好看了。今晚给你加餐。恩人，你看看我的你喜欢吗？喜欢，我也喜欢。乌灵森，最好的美金能卖10万。你们把白蚁的窝掏了？我也想加餐。加，都加。走，带我去找到白蚁，我要带他们回来给我打工种乌灵森。乌灵松也快大丰收了，农场的这个进项稳了。林峰，最近有个叫周强的通缉犯在10万大山附近流窜，可能会进山。这人极度危险，稽查队出动了10个小队，悬赏50万都没抓到。我把他的照片发你，你要注意安全。行，我知道了，王所长放心。恩人，我们出去找亮亮的石头了。我跟你们一起去，咱们多搞点回来，等我去拿干粮。林峰一大早就上山，肯定是去看岩蜂，跟着他一定能学到怎么养岩蜂的。林峰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你跟踪我？我跟你走了快翻了2座山头，我以为你是去找岩蜂的，结果你蹲在这儿吃牛肉干，耍我呢！原来是来偷师啊！我出来野炊，不行吗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大热天跑深山里野炊？香。你我去，林峰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老子会来这个地方吗？闭嘴！恩人，我们母子俩有刺，我们护着你逃出去。对，恩人，我们有。你们俩怎么打得赢这群狼？他妈是一支会打配合的狼群，今天不会真交代在这儿了吧？这叫声怎么不太对劲？两脚兽身后那是什么？好香，本哈要饿死了。这是哈士奇？他喜欢吃牛肉干？你们要吃就吃它，我就是路过的，我的肉不好吃。再吵让他们第一个吃了你。
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他们会听你的话？那可说不定。林峰，你找死吧！这时候拿肉出来刺激他们，你要死别拉上我。就这胆子还敢跟踪我？他们这是多久没吃过饭了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本哈3天3夜没吃东西了，快饿死了！没了，全给你们了。才尝个味儿就没了。还想吃？我家里倒是还有，不过不能白给，你们得拿东西来交换。交换？有了，我们洞里有好多亮晶晶的石头，黄不拉几的，硬的要死，挡在门口还碍事。你要的话全拿走。亮晶晶的黄色石头，他说的该不会是狗头金吧？在哪儿？快带我去！就是这些。这么大块，真的是狗头金，这起码有20斤。怎么样，你喜欢吗？回去就给你们做五花肉，外加鸡腿，管够。兄弟们，两脚兽说要给咱们做五花肉加鸡腿，管够。这一趟出来赚大发了。竹竿出门一趟，怎么带回一群狗？你们好，本哈叫大王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不许闹事，不然一会儿就别想吃五花肉和鸡腿。太好吃了！本哈以前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啊！竹竿，我也要吃。行，吃，都吃。王所长，我收了一群狼，您看能给点什么补贴？狼？你小子又跟我开玩笑！我操，真是狼，还是10几只！你小子怎么做到的？领头的是只哈士奇，我给他们了点牛肉干，他们就跟我回来了。啥？就靠牛肉干把他们收服了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给你递补贴审批。两脚兽，我看锅里还有肉，没吃完的我能打包带走吗？行，你们一狼带一块。哦耶！什么？王所长说不能进10万大山，只能在外面守着。可通缉犯周强很可能会进山。队长，为什么不能进去？周强这么危险，我们被他溜了3个月，这是抓住他的最后机会。里面危险太多，上面不让咱们进去追捕，好好守着，别让他进山。嘿嘿，太香了，舍不得吃，留着今晚当夜宵。这山真是邪了门了，这文针在这儿都不起作用。本来3天前就该去边境的，再拖下去稽查队就要找到我了。连个老鼠都没抓到，再这么下去，没被找到也得饿死在山里。肉香，山里怎么会有肉香？这是哪儿？谁？你们谁啊？闭嘴！我靠！
忘了最近有个通缉犯在流窜了，林峰，你这狗东西，我要是交代在这儿，做鬼都不放过你。你个王八蛋，居然敢偷老子的五花肉！一会儿就去了。本地人，快带我逃到安全地方去！林峰，我晕倒在狼窝，你都不带我回家，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。更好这人能帮我夺走你的牙密。我知道有个地方很安全。快，前面就到安全的地方了。所有人准备，有敌袭，保护两脚人。院子里住了卖牙密的，1斤1000。等会儿咱们躲过狼群了，你还能抢走他卖牙密的钱。小子，看来你挺恨他呀。到时候还得麻烦大哥帮我逼问他是怎么养出这牙密的。行，林峰，谁让你敢和我作对？安全了，大哥，记得我俩的约定啊！你怎么整他都行，没问题。这什么东西？林峰还挺有情调，院子里点这么几个大灯笼。你们居然想伤害两脚兽！家人们必须狠狠给他们一个教训！是什么东西？几个大半夜能不能消？什么东西？强光手电筒啊，还能是什么？我刚刚眼花了吗？这几个动物好像都发光了。这些猛兽都去找他了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两脚兽，这个江辰刚刚说要让通缉犯抢走你卖蜂蜜的钱，还说通缉犯怎么整你都行，只要能帮他抢到你驯服严峰的方法。他们把我最后一块五花肉吃了。通缉犯，你是周强？你认出我，那更不能让你活了。这么多猛兽在院子里，一个一口也能把你撕碎。哈哈哈！强哥，等会儿这些动物去咬他，我们就抓紧跑。你们要我养的动物来咬我？这些动物刚才对你吼得这么凶，都快咬上去了，还你养的动物？你当我3岁小孩呢？是你上次是误打误撞给白狐挠了个痒痒，怎么以为自己是驯兽师了，还敢喂这么大一院子动物？他们可都是冷血的食肉动物，你还真以为能把他们养熟啊？就是，你现在被这些猛兽怎么回事？动物真的听他的话？救命啊！林峰，我错了，救救我！大哥，你牛逼，我给你跪下，我给你磕头。喂，王所长，那个通缉犯在我院子里。你有危险吗？需不需要支援？有满院子动物在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赶紧叫稽查队把这个通缉犯带走吧。我是王炳文，那个流犯进了村民家，地址是……什么？我们守在外面，还是让他跑进去了？不用着急，他已经被控制住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个通缉犯穷凶极恶，反侦查能力特别强，我们稽查队都被他耍了好几个月。他进村民家不就跟狼进了兔子窝一样吗？村民有危险。不相信算了，我看你们等会儿怎么大跌眼镜。等会儿按照环形包围战术，不能打草惊蛇，务必要在通缉犯伤害村民前拿下，必要时可以用枪。A 组绕后 ，B 组跟我正面突入，目标持刀，极度危险，如有反抗可开枪。不许动！稽查！抓了我吧！求了你，我要去坐牢！这啥情况？队长，求你了，抓我吧！我要坐牢，我自首，我全交代，赶紧把我带走！这是农场还是动物园？别紧张，他们不咬人，这通缉犯就是他们制住的。他们制住的？通缉犯偷吃了他的五花肉，他带着狼群追了这俩货半个山头，追到我家了，偷吃五花肉。
还是狼的。队长，快抓走我！谢谢队长，谢谢。这还是那个穷凶极恶的周强吗？这心理阴影得多大呀！有没有人管管我？警察同志，救命！快把这群畜生弄走，他们要吃我！这是一点私人恩怨，过来吧，别吓他了。收到竹竿。林峰，你他喵养一群畜生咬人，我要去告你，你这是故意伤害！故意伤害？你故意把通缉犯往我院子里引，还叫他来抢劫，这笔账怎么算？我不管，你这群动物差点咬死我，你必须赔钱！你跟我们回队里做个笔录，如果林峰的举报属实，我没有，我是被通缉犯胁迫的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要是被带走了，对我生意都有影响。关我什么事？林峰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不管你是开农场还是找工作，我都要给你举报掉。都要举报掉？难道当初我丢掉研究所名额跟他有关？林峰，你的银行卡号是多少？我通知稽查队拨款。拨款？对啊，稽查队在3个月前就发布了周强的50万悬赏，你协助稽查队抓到了周强，这50万奖金是你的。50万，真给了，谢谢队长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先回队里了。等会儿，案情通报，这该怎么写？50万，本哈可是头功，我要加鸡腿。还有我们也出力了。骨感，我要五花肉。文虎也要。行，都有，明天给你们加餐。以后那个扒衣服的活我们接了，来一个我们扒一个，来2个我们扒1双。陈教授，我是林峰，有件事想请您帮个忙。李先生，什么事你说。我考上研究所后被人举报丢了名额，一直不知道举报人是谁，想请你帮我查一下。什么？你以前差点进研究所了？哎呀，居然错失了你这种人才，我一定好好查。走吧，该睡觉了。国宝！林峰，你家居然又多了几匹狼！村长，各位叔叔婶子，这什么情况？林峰，你上新闻了，稽查队的案情通报，你火了！我是10万大山村热心村民林某，利用其掌握的生物习性引导技术，成功将野生狼群引导至嫌疑人藏身区域。嫌疑人周某心理防线彻底崩溃，放弃抵抗。林峰，你好厉害，我们村里要出个大名人了！你小子有出息！我看那网上说的，你肯定是个御兽师。我哪是什么御兽师啊，就是能听见他们心声而已啊。那个各位叔叔婶子，我没驯服，就是为了几块肉而已。还跟你梳妆？当时那白虎这么凶，被你轻轻一抓就服了。你看，他们多通人性啊，就像能听懂我们说话似的。他们还真能听懂。林峰，我能不能进去抱抱那个熊猫呀？对啊，那头狼乖的跟狗似的，能切出来溜溜不？大家先静一静，我有件正事要跟大家说。我这农场起步了，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想请各位叔叔婶子来帮忙，按月发工资，谁家有闲工夫来搭把手。我闲着呢，总算不注意这档子事儿了。好，我一个个记。刚回村的时候觉得这农场太冷清了，现在倒好，吃顿饭跟食堂抢饭似的。喂，王所长。林峰，熊猫的预产期快到了。预产期？对，你是他唯一信任的人，我就安排了一个兽医去农场协助你。行，没问题。这个兽医是我们所里新来的，刚从国外回来，专业能力没得说，就是脾气有点怪。怪？怎么个怪法？明天你见了就知道了。不过为了保护你，你的身份和10万大山的秘密，我说的比较模糊。行，大山的秘密？啥秘密 ？David， 我等会儿来农场。林峰是会御兽的顶级人才，你必须寸步不离的跟着他，不然会有危险的。还御兽呢？我又不是没和动物打过交道，哪会有这么厉害的人？再说了，不就是动物吗？能有什么危险？
你好，我是林峰，您是王所长派来的兽医吧 ，David。母体状态还算稳定，预产期大概还有1周左右，那就好。不过你平时给它吃什么？红烧肉，它一次能干1盆。红烧肉，熊猫产前需要高纤维低脂肪的饮食，你给它吃红烧肉，它喜欢吃。你是熊猫吗？你知道它喜欢吃。从今天开始，红烧肉停了。什么？停红烧肉？我不同意。我还真知道。还驯服动物呢，连基础喂养都不懂。王所长说的那些多半是夸大其词。竹竿，这个白大褂好讨厌，我们把它赶走好不好？两脚兽，他不会把本虎的鸡腿也停了吧？忍忍吧，他是专家，是有点本事，也不至于是驯兽师吧？我看倒像是动物园里的饲养员。豹子！我操！你疯了！那是花豹！你不要命了！那是我家赤脊啊！我去，还以为你是弱鸡呢，没想到深藏不露啊！本云可是林中之王。这花豹有袭人倾向，得赶紧通知第一林业研究所的来处理了。肚子好痛！你干嘛？它一口能咬断你的脖子！回来！疼，肚子好痛。林峰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那是野生花豹，你忘了它刚差点咬死你的赤脊吗？这是羊水。她怀孕了，难怪她拼死也要冲进院子里来抓赤精，原来是怀孕要生产了，急着补充营养。好痛，救救我的孩子！先吃点东西，补充体力。宫缩频率在下降，再拖下去幼崽会缺氧窒息，得上催产素，刺激宫缩，让它尽快生出来。痛，卡住了，孩子出不来。不能打催产素，他说他可能是难产，胎位不正，强行催产子宫会破裂的。你怎么知道他是难产？我学兽医8年，经手的动物接生上百里，他的临床表现就是宫缩乏力，标准处置方案就是上催产素。你是兽医还是我是兽医？让开！人类，我很痛苦，我的孩子出不来。我知道。我感觉你和别的人类不一样，求求你帮帮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立驯兽师人设呢？赶紧让开！你再骂两脚兽一句试试。竹竿，你快接生，我们替你拦着。我先给你扶正胎位。喂，王所长，这兽医我当不了了。林峰不听我的话，还非要给一个花豹接生，要是有什么意外，跟我无关啊。怎么可能？真的是难产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还有一只。David， 林峰，什么情况？林峰已经接生了2只了，还剩最后一个。接生时间太长了，在产道里缺氧了，需要立刻上呼吸机。闷，好闷，呼吸不过来。不是缺氧，是羊水堵住了气管，上呼吸机没用。林峰，你不懂胡说什么？他现在心跳都快停了，再不干预就是脑死亡。你快让开！林先生，要不让David来，
怎么可能？竹竿好厉害！谢谢你，人类。林峰，你连接生都会呢，真不愧是动物学博士。林先生，对不起，我收回之前所有的话。你确实是顶级驯兽师，我在指手画脚些什么？别，黑白胖子接生后得你来。不许叫我黑白胖子。林峰，你又立功了。花豹也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，一次救了3只幼崽加1只母豹。我回去就给你申请专项奖金。多少？你之前的狼群补贴提到了每月50万，这次按标准60万。好，安心放我这儿养吧。谢谢你。对了，你上次托陈教授查的事儿有结果了，研究所举报信，举报人江晨。要不是他，你这种顶级人才早就加入我们了。果然是他，这里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添油加醋。还有件事儿，江晨这几天拘留期满，被稽查队放出来，他一出来就疯狂举报你，说你院子里非法饲养国家保护动物，举报材料一天往我们所里递3份。你们怎么处理的？他举报一次，我驳回一次。没事，王所长，我不会让他嚣张太久。为什么又不予受理？林峰院子里养老虎、养熊猫、养狼，你看不见吗？那是国家保护动物，他一个种地的凭什么养？江先生，林峰的农场您无权管辖，无权举报。好，你们护着他。我被关了那么些天，生意没了，客户跑光了，都是他害的。这笔账我一定要算在他头上。林峰现在这么嚣张，多半是能驯服动物的原因。只要那些动物没了，他就什么都没了。林老板，牙蜜这批品相太好了，我做了这么多年山货，头一回见这么透亮的蜜。乌灵松也是，个头均称，品质能排进今年全国前3。牙蜜32罐，乌灵松80斤，一共15万，你点点。林老板，以后要是有什么好东西，记得第一个找我呀。可以，但我有一个要求，你想拿我的货，就不能收我们村江晨的货。嗨，当然可以了，那江晨的货本来就差，都没人想收。苏念，你帮我把钱发给叔叔婶子吧，我刚回村，跟他们也不太熟。好，那我是不是算你秘书了？你可得涨工资啊！我才干了1个礼拜，怎么这么多啊？小峰，叔没看错你，有出息。竹竿，我好痛。David， 熊猫要生了。羊水破了，宫口开了，这次是真的要生了。我去拿医药箱。好痛，竹竿，本美女好痛，比上次吃不到红烧肉痛100倍。没事，我在这儿。闺蜜别怕，你用力就行。我去，小胖子，这动静你搞出来的？已经生了，这么顺利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先看熊猫宝宝啥情况吧。闺蜜，你的宝宝生出来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家又有新成员了。我们的宝宝可以一起玩了。竹竿，你抱抱我的孩子。这他妈是什么？我去，怎么又来一个？愚蠢的两脚兽，竟然敢将本王从天上轰下来！本王可是天空的霸主，我要啄瞎你的眼睛，撕碎你的血肉！是吗？吃口东西再啄。本王就是死这儿，从这儿跳下去，也不会吃你这两脚兽的任何东西。林哥，这金雕可是猛禽里的扛把子，暴躁得很，咱要让第一林业研究所的专家来吧。
放开本王！真香。两脚兽，我允许你再给我端2碗，不，10碗过来。林哥，原来你驯服野兽的方法这么生猛啊！不过那个凤头蜂鹰看起来还挺温顺的。什么？凤头蜂鹰？我去，自助餐来了！金雕，别让他吃盐蜂，我给你10碗红烧肉。动保中心下周就要爆破拆除了，那批伤鸟往哪儿放还没解决。你那边联系的怎么样？市里2家收容机构都回话了，一家说笼位满了，一家听说有应激反应，直接拒了。动物园那边陈教授在沟通，刘园长到现在没给准信。熊猫已经生了，太好了！什么？你还收了1只雕和1只鹰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过来。走，找到解决办法了。给陈教打电话说，不用求那个刘园长了。哟，老陈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快坐，快坐。老刘，动保中心下周就拆了，那27只鸟必须转移。上次电话里你说要考虑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考虑过了。这样吧，5只红腹锦鸡里，我挑3只状态好的，2只白线也可以收，总共5只，怎么样？你挑的全是好的，那剩下的呢？雪鸮翅膀上有枪伤，画眉应激有自杀倾向，你1只都不收。老陈，不是我不帮忙，你问问其他地方也没人敢收啊。应激的伤鸟治愈率不高，到了手上就只有死。要我说，你们也别到处求人了，能治的治，治不了的就安乐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能收几只就不错了，这烂摊子谁敢接呀？你冲我拍桌子也没用，这5只你爱送不送，剩下的我1只不要。你说什么？林峰那儿能收？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回去。等等，老陈，你刚才说林峰能收，林峰是谁？一个农场主。怎么，刘园长有兴趣？农场主？你别跟我开玩笑，那批鸟别说是我，放眼全国都没人敢全收，哪个农场主有这本事？不会是在吹牛吧？我也要去看看。林峰，熊猫宝宝情况稳定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就先回去了，路上慢点。这都啥跟啥呀？接个生还能多出2只鸟来？我知道你想养本王，本王也留下吧。你这伙食好，我也要留下。两脚兽，我们不走读了，要直接住你这儿，来来回回吃饭太麻烦。要想在这儿住，就来给我奶孩子。王所，你们怎么还专门开了辆货车来？是要接2只鹰走？林峰啊，我其实是来给你送点东西的。跟我客气啥呀？你送啥我都要。救命！王所，这啥情况？我还以为你给我送补助来了。情况是这样的，我们这儿的动保中心要拆了，有一批保护鸟类暂时没地方放，你看能不能帮忙分担几只？王所长，我这是农场，你真把我当动物园了？这个数能不能收？收，必须收！把车开进院里卸笼子吧。这只画眉怎么了？应激障碍。这批鸟在盗捕团伙手里关了至少半个月，受尽了折磨。昨晚中心已经撞死2只画眉了，我们这才想让你救它。不要打我，我不要回黑箱子。尾巴断了，我再也不漂亮了。枪，有人开枪，翅膀好痛，飞不起来了。妈妈的毛被拔了，妈妈！
林峰，你不需要有压力，不管他们能活下来几只。不，我要让他们全部活下来。全活下来？你说什么大话呢？全活下来？你说什么大话呢？你是刘园长，你不是说这批鸟必死无疑，你没法接手吗？来这儿干嘛？王所长，我只是不想你们被一个骗子给骗了。多少机构面对应激的鸟都没办法，他怎么可能治好？我能不能治好，你看着就是了。他院子里怎么这么多珍稀动物，还想治好呢？这些动物不把鸟给咬死都不错了。咋咋呼呼的，我又不吃鸟。退后，都退后，吓到他们了。就这，还没开始治呢，就要把鸟给吓死了。你们还要继续随着他胡闹吗？你不想看就出去，想留下就闭嘴。我倒是要留下来看你等下怎么被打脸。啊！你疯了！这些伤鸟直接放出去是让他们送死吗？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就是你们找的专家？彪哥，给本大王回去！是大鸟，我们没救了！跑啊，快跑！他竟然能让金雕帮他赶鸟！哎呦，差点以为要翻车了。刘园长，林峰可是我们特聘的驯兽师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哼，驯兽师能驯金雕有什么用？这么多鸟，只有一只金雕，他能赶得过来？谁说我只有一只金雕的？快，想吃红烧肉就来帮忙。姐妹们快跑啊，他过来了！好险，这几个家伙要是跑了，我的红烧肉就没了。什么？居然还有一只凤虫蜂鹰，连他也听他的？王所，之前我们也把这些鸟群放出过笼子，它们怕得要死，甚至还想自杀。是啊，可现在这些反应消失了。不是消失了，是被覆盖了。对于这些鸟来说，最大的恐惧是那些盗猎分子，但在刚刚，它们却感受到了捕食者带来的绝对压迫。在生存本能面前，什么幽闭恐惧、应激障碍，统统都要往后排。还能这么搞？好啊，应激障碍就这么解决了，我们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？王所，这法子要是能推广，以后救助应激伤鸟就不用关笼子了。咱们动保中心可以配备猛禽来做。小刘，你上哪儿找一只听得懂人话的金雕？又上哪儿找一只会帮你赶鸟的凤鹏蜂优？好像确实找不着。这法子好是好，但全天下能用的也就林峰一个。你们还真以为他这招能行啊？现在只是表面看着把鸟控制住了，他们进食的问题还没解决呢，说不定明天就饿死在这儿。进食问题？对，应激伤鸟最大的难题就是拒食。你光把它们放出笼子有什么用？不进食这算什么问题？我现在就喂。我这手艺收服了多少动物啊？几只小鸟还拿不下了？你就给它们吃这个，这些可是珍稀猛禽，不是你家养的土鸡。它们需要精心配备的营养餐，蛋白含量、微量元素。那你的营养餐，它们吃了吗？你配的再精细，鸟不吃那就是个配方；我配的再粗，鸟吃了那才是饭。开饭！什么味道？好香！好饿，好饿！
咱们也去尝一口吧。别急，都有，一个一个来。这怎么可能？刘园长，这粗粮拌肉末看起来效果还行吧？他就是运气好。这些鸟都饿多久了？见着吃的能不埋头猛吃吗？他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。那些鸟终于打完饭了，该我吃饭了。这是哪来的羊角兽？到这之后就叭叭不停。竹竿做的饭多香，它闻不到吗？还没到你们饭点呢，你们每个只有1碗，别抢。饭有那么好吃吗？那得看谁做的。林先生做的，对这些动物来说当然好吃。红腹锦鸡齐了，白弦都在，画眉也在。等会儿，怎么只有26只？怎么，数不对了吧？我就说嘛，这些鸟是野生的，伤得又重，怎么可能一只都不跑？你之前放它们出笼的时候，我就说了不行，还没人听我的，现在被打脸了吧？刘园长，现在找鸟更重要。我这不是在安慰林先生吗？你也别太自责，跑了一只嘛，正常的。干我们这行不能把话说死，总有意外。别找了，鸟跑了就找不。那只在这儿。别看我，有只白毛球非要往我屁股后面钻，我才勉为其难挡一下，可不是我主动的。你怎么不过去吃饭？我丑，翅膀烂了，没用了，去了也会被赶走的。没人会赶你，别的鸟有的你也有，还多一勺肉。这就是你们说的人才啊，还跟鸟说话，他真当自己说话鸟能听得懂呢？饿坏了吧？吃吧。眼睛要尿尿了。你说他听不听得懂？这鸟还真听你的，吃饭了。我还能让他们全都听我的。饭都吃饱了吧？来来来，你们都过来集合。咱们农场动物现在越来越多了，有些规矩必须得讲讲了，尤其是吃饭的规矩。你们作为新来的，刚刚表现最差。他是在给鸟讲规矩吗？这正常吗？林峰院子里再不正常的事儿都正常。吃饭排队，大鸟小鸟都一样。第2条，不准欺负自己人。第3条，我叫集合就集合，散了才能走，听到没有？再点头，他们真的能听懂。规矩讲完了，为了方便以后找你们，每只鸟都得有个名字。今天开始挂牌，给鸟取名字。鸟不是猫狗，你取名字他们也记不住，是吗？不光能认名字，喊他们还能立刻过来。雪瑶，过来。别怕，过来。你是最后一个从笼子里出来的，也是伤得最重的，但你活下来了，你很坚强。以后在我这儿，你不用再怕黑，不用再怕枪，不用再怕任何人。我给你取了个名字，叫安安，平安的安，以后每一天都平平安安的。雪鸮这是哭了。不哭了，到家了。我怎么了？我又没挨枪，怎么？哟，哭了？我没哭，风大沙子进眼里了。画眉，过来。你嗓门最大，在笼子里叫的比谁都响，叫你金嗓子。我过去20年，动物园白开了。还有我也要起名字，要抱抱。好，你跑得最快，就叫你追风。前面的鸟就算了，凤头凤鹰可是鹰啊！别装了，下来。
你飞得最高，叫你破军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是不是想要抱抱？这还是天空霸主金雕吗？老陈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你觉得动物救助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清创、补液、抗感染。你说的都是技术，技术你有，设备你有，爱心和耐心你有吗？也有啊。更重要的是，林峰懂他们，知道他们渴望什么，害怕什么。你把这些鸟当病人，他们就怕你；他把他们当家人，他们就也把他当家人。我懂了，这些动物要的从来不只是活下来。今天被林先生和你们俩轮番上这一课，比上20年班学的都多。竹竿，我也要名字，要胸牌。对，我们还要抱抱。好好好，一个一个来。林先生，对不起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林先生，之前是我狂妄说错了话，我向你正式道歉。没什么，您一个经营了那么多年动物园的园长，跟动物打的交道比我多，不信我也正常。林先生，我跟动物打交道那么多年，可还是完全比不上您。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希望您能答应。刘园长，你有什么不情之请？林先生，我想留下来跟你学习，不用专门教，我就跟在旁边看，看你怎么跟他们说话，怎么让他们信任你就行。留下也不是不行。好了好了，学习的事改天再说。你动物园不还有事吗？还不走？哎，你们这是干嘛？今天这一趟出来这么久了，也该回去了。林先生，鸟群的专项补贴，等我回去就给你打过来哈。林先生，再见。我说，你们俩刚才拉着我跑什么？我又不是要抢农场，我都道过歉了，想学习都不让啊！你快出来1天了，动物园没事啊，不用回去。我手机看过了，园里什么事都没有。王所长，你们这么不想让我留下，不会是那个林先生他身上有什么秘密吧？胡说什么？他就是一个农场主，能有什么秘密？我在动物园干了20年，什么动物没见过，可那些鸟在他手里跟被施了法一样。还有他院子里其他动物，哪个不是国家保护级的？他能跟他们相处这么好，不只是有耐心有爱心能解释的吧？人家天生受动物喜欢不行啊！对啊，林先生以前可是动物学博士，还差点进了我的研究所，有能力有本事，照顾这些动物又不是什么难事儿。行，我不问了。不管什么秘密，那些鸟能遇到他是好事儿。专项补贴到了，今天给你们加餐，我去后山找点虫子，挖点菜，给你们换换口味。恩人，安安也想去给你帮忙。恩人，我也要去，带上我吧。想去的都跟上，你们也该出去散散心了。这种虫子蛋白质高，比肉末营养，多给你们抓点回去吃。那安安去给恩人找野菜野果。安安呢？恩人，我回来了，你看这个能吃吗？这个果子我也没见过，我查一查。蒜头果，果仁油10万美元1公斤。安安，你立大功了，能帮到恩人就好。这个果子还有吗？我要带回去种。有的，我带金嗓子他们一起去给恩人摘。发了发了，这就把它带回家种着，去把哈士奇他们叫来帮忙。哇，林老板，你这蒜头果树哪儿弄的？长得比苗圃里的还壮实，结果了一定要找我，
蒜头果榨油10万美元一斤呐！行，到时候第一个通知你。这次货量比上回大，一共23万，你点点。对了，林老板，我听你的话，再也没找江辰拿货了。听说他拘留回来以后，客户全跑光了，摊子都撤了。那就好。本哈来送礼了，熊猫家的小崽子呢？花豹家的呢？都出来收礼！不错不错，我先帮仔仔尝尝味道。你们怎么没送礼？这让本王很没有面子。这，我抓了只田鼠，太上不得台面了。等着，本王去猎只狍子。这农场越来越像个大家庭。停！熊猫，你进来干嘛？睡觉啊！你不要你孩子了？这院子里这么多叔叔姨姨呢。再说了，我要是不去睡觉，白虎又要独占你了。不好意思，闺蜜，谁让我生孩子生得早呢？我也要进去睡。行了，你们俩今天都不许跟我睡，我自己一人睡。林峰，你把我害得那么惨，我在村里连头都抬不起来，生意还搞得那么好。哼，国家保护动物在你家惨死，不得把牢底坐穿？来，吃吧，第二天好上路了。吃吧，我再去把你的白蚁窝和树全毁了。上次不是错觉，你们真的成精了！你敢毒我的孩子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知道我生下这3个孩子有多辛苦吗？你们这是神奇宝贝啊，还会放电！你醒了？你们不解释解释？解释什么？当然是解释你们怎么成精了。我们从来没有隐藏啊，只不过你的农场这么安全，平时用不到罢了。难怪你们一下午就把院子打扫干净了，我还以为你一个屁把金雕崩下来了呢。所以我这半年来，天天跟一群能放电、会发光、一巴掌能拍碎一座山的凶兽同吃同住。严格来说，是同吃同住还同睡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们是猛兽，还有灵力啊！西西，我们早就能化形了哦。我肯定没睡醒，再回去睡一觉先。我跟你睡。闺蜜，那我也要去。其实我也想睡床。两脚兽，既然他们可以，那我不可以。王所长，江辰，
林峰可是我们第一林业研究所的特聘员，你以为院子里没监控吗？敢毒害国家保护动物，跟我走，去稽查队。好，王所长，你把我带走吧，动物成精了。说啥胡话呢？这都是普通动物。是梦，是梦，睡一觉就好。你们是在开 party 吗？又来一个。Mr. Oscar, it's time to jump, motherfucker. It's time to jump, motherfucker.